要維持社會嘅穩定，有效嘅刑事司法同執法程序，例如罪案偵查、檢控、聆訊、審判、判刑等至為重要。社會喺唔同嘅專業領域，包括紀律部隊、執法機構、保安行業等等，都需要任用優秀嘅專業人才嚟執行相關嘅工作。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提供嘅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刑事司法及執法，係全香港首個刑事司法及執法嘅全日制副學士課程。課程結合理論與實踐模式，內容涵蓋社會科學知識、通用技能及通識教育，而專業範疇科目包括刑事司法及執法導論、罪行透視、異常心理學、刑法入門、犯罪及鑑證調查等，教授同學有關現代刑事司法及執法系統入邊所需要嘅專業知識同技能，讓同學能夠從多角度認識呢一個嘅專業。課程亦透過課外執法訓練同工作坊等活動，幫助同學親身了解執法人員必須擁有嘅質素。升學方面，畢業生可以選擇升讀由本地大學開辦嘅社會科學或者相關嘅學士學位課程，例如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及行政榮譽文學士、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士、亞洲及國際研究、犯罪學等等。另外，畢業生亦都可以選擇升讀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同著名海外大學喺香港合辦嘅學位課程，最快可以喺2年之內完成。呢個課程對畢業生嘅就業發展亦相當有幫助。好多畢業嘅同學能夠成功投考刑事司法及執法嘅相關政府職位，例如懲教主任、入境事務主任、警務督察等等。如果你有志投身呢個專業，我會推薦你報讀呢個課程。